啊呜哦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他唱的很简单，就是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8个字里面有3个字一模一样。最简单哦，好不好？你再也不会，那就留在高雄就好了，不要到突然。好，不要问好不好？练习试试看哦，练习练习。啊呜啊呀那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嗨耶呀吼咿耶呀，一样的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啊呜啊呀那呀哦嗨呀，看见没？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哈呜啊嗨呀，吼咿哟咿哟嗨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不要唱好不好？不要唱哦，不要放弃自己好不好？不要唱，一起来好不好？来喽，来点尖叫声啊！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旁边的孩子要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等大家去读完当真正的海边的孩子。这首歌改由印，教你们简单的阿美族的母语，改由印就是美少女的意思。这一场蛮多美少女的。
欢迎大家来都来迎娶我们那边的男人，很便宜很便宜，起价2头猪，但是便宜的不是都很好用，我比较贵一点点。哦，阿美族母系社会，然后丰年祭会有一段时间很有趣，就是晚上的时候，男生会聚会在一个会场里面。 然后那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女生不会下去跳舞，不下去跳舞的原因就是男生会在跳舞周围圈圈，女生在后面打量她喜欢的男生哪一个。然后如果她想要去暗示那个男生说她喜欢的时候，她就会去拉他的情人带，哦，她就暗示说我喜欢。如果男生有尬意的话，他会回你一个眼神，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放一颗槟榔。 但是现在比较流行啊，槟榔上面会刻电话号码，记得要买大颗一点的，因为不太好刻。旁边槟榔放在那个塑料袋里面，当男生拿起来，哇，电话，这样比较快，马上就促成一段美好的婚姻。这样懂了哦。然后有些男生呢、就是那个很便宜的那种，就是一直都会没有人喜欢，就没有人会喜欢他的情人带。我们会有一个服装会有一个情人带，带子怎么样？有须须的，那个叫情人带阿拉夫。他因为他很担心没有人拉他情人带，他会很丢脸，他会刻意绑100块的钞票在上面，你去给他拿一拿没关系，就没关系的。 要不然就是那种，他觉得绑100块都没有人会去拉他的情人带的时候，他会故意把他的情人带塞很满的槟榔，代表很多人已经传槟榔给他了。就大概就有这种几种事情发生。你们想要试试看吗？我等下拿一个情人带给你们拉拉看，刚刚过瘾一样，好吗？那阿美族母系社会在那个晚上比较明显，然后其他的大概就会更新，大家都一样了。我们也会用 Facebook 单身。好，啊，怎么讲到这边呢？最后一首歌了，最后一首歌《美少女》，一样，就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学哦。阿美族的美少女叫改油印，来一起念吧。改油印，很像。 你就当做你们现在是3岁那种，来跟水蜜哥哥一起来哦啊！改油印，改油印的印，印，哎，真的要3岁。好，改油印就是美少女的意思，这样懂吗？会唱吗？然后当我唱黑油的时候，就帮我回答改油印，试一试。嘿呦，改油印。 会哦。如果在场的男生想要追阿美族的女生呢，告诉你没有这个机会。哎，美少女献给各位，谢谢大家来到海边的孩子，谢谢。